那个是食疗了。佛教界的时候要念宝格咒，Om 摩尼达里吽婆萨，Om 摩尼达里吽婆萨，Om 摩尼达里吽婆萨。开车的时候不能念哦，说呢念那个很快就睡着了。那个是解决那个失眠的要念的宝阁罗咒，宝贝的宝，阁罗罗阁，阁罗罗黄的罗啦，阁罗阁罗罗黄的罗，宝阁罗咒，